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对训练狗的师傅陈启良，以从小路过后动物，古所高中路去托关系农教、畜牧处一科，还许多各地训练狗的场所观摩学习。也是连续3年拿到训犬冠军，也认证实体动物收容所工作2年，为屯流浪狗安乐死。古所里面隔天会辞职，回到家乡竹东开一个训练狗的中心。除了训练人畜的狗的，伊也训练流浪狗。希望大部分的狗的都唔会本人复合，如果唔会有悲惨的运命。哎，跟啊，走！哎呀，哎，这小。龙狗阿妹糖点指令，轻松的跳啊过来，跳啊过去。阿妹，哦，阿妹乖了哈。一下啲嘅狗，一下用一个个嘅啲嘅糖、啲嘅蛋，就算跳动住硬发发嘅，阿妹上下係會做差，唔過其下嘅動作嘛會表現。这一只我没有教攻击，通常人都会用这个拿来做攻击。这一只狗因为它家庭院太大，来往车辆太多，如果它跑出去咬到人，太麻烦了。小不点。地順控指揮阿妹嘅陳啟良做訓練狗嘅條路已經20年呢。頭擺按到通過皮登機向下成長，一下佢係狗嘅先生，喺皮登機下度向下成長。我很喜欢刚好接近大自然的事物，像养这动物，从动物里面有学习到很多的做人的道理啊。條下馬係訓練有名嘅狗嘅，還有陳啟良去新竹市通過收容所設條路，看到當道就會本人安樂死嘅流浪狗嘅。嘅一部嘅幾次都無完無落，都冇解釋。尤其是他心臟在跳動當中，那個高濃縮的那一個麻醉劑一進入他心臟，他回彈的時候，回彈在我的指尖，讓我感覺到，這個生命就結束了。我感覺生命好短暫。來，回個龍。為在嗰做按出產嘅事業，陳啟良正到做動作下，成立訓練狗嘅中心。伊希望到一條流浪狗訓練到乖乖聽話，就會有韓國當年的應用，同其他條尋到不能嘅條。以結紮代替捕殺，以領養代替購買，再用訓練減少棄養率，再用生命教育警戒認養率，哦，一個叫循環為行啦，哦。抱抱，乖，進去呢？除咗流浪狗，陳啟良要同一島人聽訓練寵物狗。到咗啲亞中心出去嘅狗嘅，佢都會有詳細記錄，還會到狗度翕相錄影。對佢嚟講，到咗狗嘅都係個個冇共用嘅朋友。訓練狗，完全不能去騙它，你騙佢啊，哦，講多嘅事情會做到，該講冇做到，100、200狗子，哦，原來你咪安樣嘢，冇乜嘅威嚴。可能老公同按到嘅狗嘅啲嘅狗，陳啟良嘅朋友就啲順豐同佢翕相，批定老公做老公想要做嘅事情。很多人在從事流浪狗的這一塊，但是我覺得你還是要一個主軸出來，因為尊重生命這一塊遠比其他東西都來得重要。你可以從這個小地方，因為你愛狗，你本身就是一個訓練師，所以你投入於這一塊的時候，你是不是用這個方式，然後教育你的下一代，就是傳導這個尊重生命這個概念。陳啟良2003年喺收容所做事家下，收養嘅一隻流浪嘅黃金獵狗揾到菜包，下後菜包變作為陳啟良嘅初稿，同下去學校表演，為大家啲好想通過，啲好尊重生命。生命教育要從小開始培養，尤其是國小或者幼稚園就要開始培養，不管是昆蟲類、植物類，就慢慢去跟他接觸動物、植物，或者種那個小樹苗也可以，小種子也跟它發芽。然後看着那成長，或者是它走掉的時候，那過程。就算菜包已經離開佢嘅，不過10年前的樣片都見佢都還保存得好好。你要天地人和，同時你才可以擁有這份記錄。
时间过掉就不等人了，它也不会再回来了。所以我觉得记录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，尽可能的我可以把它收集到最多的资料，因为那些资料是他的，不是别人的。用公婆都希望儿童流浪狗加做地位物界，有一摆係机会，也係緣分。陳其亮係咁樣訓練狗嘅辦法，告訴人來訓練流浪狗。受刑人鬧狗，像一個是流浪人，一個流浪狗，相同境遇在監所就要去教，也是生命教育啊！坐下，不動哦。連登9年忙時停過，陳其亮當禮拜都要去咁樣訓練嘅過程當中，佢有看到受刑人嘅改變，對人生沒有下加層嘅體驗。受刑人去教嘅狗嘅時間，他們完全冇感情。佢都係唔曉教嘅，然後佢教題目嘅時間，半年嘅時間，看佢流淚，眼淚流出來嘅時間，嗰種有，佢都七情六欲未動搖。加上撈看狗啲都學當到講，紅煙啲都要當到反煙啦，反煙啲都要當到紅煙，好狗啲都要正式嘅好狗，好狗啲都要壞狗。哎呦，哦，原來佢哋生活方式咪一區一區一掛一掛的，然後從這個延伸去看人的世界。你係做乜嘅？他一言一動、一顰一笑呀，佢像電影就係上乜嘅。我愛吹了幾下啲，你將來9點鐘幾下啲，原叫唔係騙人，都對主人當愛。咦，小點乖乖啊，知道嗎？你很皮哦，看到其他狗很兇哦，要做大哥哦。頭對嘢慢慢嚟做。陳其亮希望打造流浪狗嘅都前面到好人家，會好好為對待佢，因為啲家滿足條好，也條狗嘅唔但淨係寶貴嘅生命，還了解到你係用嚟殺佢嘅，佢就會永久用輕重嘅心來反叛。喺個狗場，小朋友養，佢聽到佢是100分養，有人愛就養狗，冇人愛養狗流浪狗。